继续来到桃园的平镇，昨下晡文化公园的地下停车场发生着崩塌的意外。当时，当伫咧地下3楼伫作业的一个女工是伏伫咧内底活台，透早5点外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了。包厢讲，因拢是暗图时间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款致命性的崩塌？即卖就要等监视小组的调查，找出答案。 经过透明抢救，透早5点外，总算找到失踪的女工，因为真不幸已经无气啊。这件文化公园地下停车场的工案意外发生伫昨下晡，当时这个女工伫地下3楼作业，因为工地崩起，不幸被活台。第一时间我在家里听到一声很大声一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什么事？我跑到3楼顶楼去看，结果大面积的崩塌，还有听到人家在求救。 帮一个一声，附近的乡亲拢惊到，家属得到消息赶到现场，无法接受。他今天就跑下去，第2天才工作第2天，都要去报到，他都没有啊。死者住伫新北市的中和，才上班第2天就拄到死劫，工地保险手续都还未付办呢，即马嘛，互家属烦恼讲，会无法得到保障。另外一方面，包厢是表示讲，一切施工停事拢依照规定。我们基本上面，我们都是按图施工。 基本上所有的品质都是符合规范的要求，而且强度都大于我们原设计的强度。到底是安怎会崩？就要等监视小组去调查。通市长郑文灿今嘛指示讲，停车场的作业要停工，要先调查原因甲责任的归属，并且积极协助家属处理后事甲赔偿的问题。